呢支係內地買到嘅雙飛人，請認住佢根本就唔係法國正版，國內嘅唔係我哋生產。因為真正嘅法國雙飛人嚟到中國內地已經被迫改名為利佳薄荷水。到底點解呢？我哋先翻到1838年嘅法國，當時一位迷戀植物學嘅荷蘭商人 Rijkelex 意外用蒸餾法從薄荷裏面提煉出天然嘅精油，混合成呢樽多功能嘅神奇藥水。神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法國軍隊都要人手配備一支。直到上世紀70年代，亦終於被引入咗香港啦。由於樽上面嘅兩位飛天小天使非常之得意，所以就特登起咗個非常之貼地嘅中文名雙飛人藥水，同時亦即刻註冊咗商標。憑借多重嘅功效同埋鋪天蓋地嘅廣告，好快就紅遍咗粵港澳。每年嘅銷售量更一度超過1000萬支啊！我嘅專業迷你藥商。正當佢哋諗住食住個勢雄心勃勃咁正式進入內地市場嘅時候，佢突然發覺雙飛人呢個名已經被江西嘅一間公司註冊咗，同金沙朱古力真係同病相憐啊！冇計啦，佢哋焗住改名換姓，將佢哋廠家法國利佳製藥廠嘅利佳作為品牌名字，喺2014年正式上市。但係細估唔到上市唔夠半年，佢哋竟然被呢間抄到10足10嘅江西雙飛人起訴，話侵犯咗立體商標專用權以及實施咗不正當競爭嘅行為，搞到嚟自法國嘅正版反而要全面落架。我哋係完全合法銷售嘅。我哋係唔需要懼怕任何嘅訴訟，而呢場官司更拉鋸咗足足7年，直至打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先卒之獲得勝訴。而判決書裏面亦寫到，江西雙飛人明知雙飛人藥水存在於市場，卻惡意申請註冊同雙飛人藥水包裝近似嘅商標，其行為真係難言正當啊！不過法國正版避免節外生枝，最終都係決定換翻個新包裝。喺2023年嘅4月份，隔咗9年嘅時間，再次重新踏入中國內地市場。佢而家個樣雖然有少少陌生，不過佢嘅餡咧就同港版一模一樣，同廠同配方，依然係嗰位守護我哋成長，而家已經187歲嘅原裝進口法國老友。請記住佢嘅新名利佳薄荷水，請認準佢嘅廠家利佳製藥廠。咁你而家又喺乜嘢時候會揾翻呢個法國老友呢？